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弟告别式，伊是美中台关系的关键人物，推动美中伫1979年建交含台湾断交。基辛格一世人去过中国几落百届，却拢毋捌来到台湾。学者认为，讲目前这美国中国是长期竞争的状态，双方的关系是跋倒转到基辛格的时代咯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过身，享享受100岁，但外交部表示会派人向家属致意。我们也希望他的家人和友人节哀。另外，我们也会请驻纽约办事处向他的家人致意。伊是美中台关系关键人物。今年5月受访时指出，美中之间因为台海议题提悬紧张情势，互世界伫非常危险的时期，也形容台湾问题是无解问题，表示除了交互时间，无其他的办法。From that point of view, it's very dangerous. It could evolve into a general war between two high-tech countries. That's something that requires urgent attention. 成为20世纪上有影响力甲政治外交官之一，一手推动美国转向北京。1971年时阵2摆秘密访问中国，甲迄时阵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协商，承诺美国未支持台湾独立。两个中国或者是一中一台，佮为1972年尼克森总统访问中国铺路。伫幕后传染引线，互美中伫1979年建交甲台湾断交，促成美中伫冷战时期正做战略性的反苏联联名。Opened relations, but that it started a process which has lasted and grown, and it's culminating still through 8 American presidents and 4 generations of Chinese leaders. 基辛格访问中国过20摆，选捌到过台湾。韩国前副总统卢秀莲捌讲，1995年伫纽约当面问过伊，是毋是有兴趣访问台湾。伊迄时阵开出3个条件：若来台湾无去伤害甲中国友谊，无代表支持台湾，专程会用心观察甲听，未发表意见。等于美国了后，才会发表感想，只是拢毋捌来过。其实，在基辛格去世前几年，美中的这个摩擦冲突已经开始出现了。这是因为整个大环境改变，这样。那么，所以基辛格去世也不会，就是说让整个大环境就继续再往前推。学者认为基辛格有伊历史定位，目前美中两强是伫长期竞争的状态，双方关系应该无法度过登去到基辛格的时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